演出的日子，我总是在黄昏时分，急急忙忙走进剧场的化妆间。那儿很吵很闹，但有时也会非常非常安静，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天色渐渐地暗下来，化妆间里的灯静静照着我。面对镜子，我开始描眉、画眼睛、勒头、缠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动作单调而又机械，但在无数次的重复中，我也会莫名地产生一种冲动。我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接受洗礼。正是这些单调机械的动作，净化着我的心灵。它们帮助我，使我从一个平凡的、世俗的、琐碎的人，渐渐演化为舞台上一个又一个被观众所喜爱的角色形象。毛维涛还有一个名字，叫小燕。佛晓的晓，艳阳天的艳。他妈妈说，小燕出生的时候，窗外正悬着一抹灿烂的朝霞。在有关童年的记忆中，小燕最难忘的是一次又一次到码头去送妈妈，看着妈妈走进船舱，还来不及说声再见呢，船就开走了。很快，船变得越来越小，把妈妈带得很远很远。小燕想，妈妈走了，要是再也不回来了怎么办？于是她就一个人在码头上哭啊哭啊，好几次都哭得背过气去了。妈妈心疼女儿，再出差就瞒着她悄悄地走。可是小燕还是要到码头去送妈妈。她不哭了，把泪水含在眼睛里。妈妈的船在水上走，她就撒开小脚丫，在岸上拼命地跑啊跑。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小时候，小燕最害怕失去妈妈，害怕失去生命中所有跟她相关的那份亲情，那份看不见、摸不着的依恋。现在，毛维涛已是青年表演艺术家了，在舞台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塑造了越剧小生的艺术形象。舞台上的毛维涛，清俊飘逸，自信洒脱，和那个在码头上独自哭泣，在岸边不停奔跑的小女孩，似乎早已没有了一丝一毫的联系。我相信，对于毛维涛来说，不是女小生这个行当选择了他，而是他选择了女小生。他想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他想拥有更加丰厚的人生经历，于是他走上了舞台，在与各种不同的角色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创造的天地中，他发现自己渐渐变得充实了，渐渐变得强悍了。这种充实和强悍又在无形中帮助他摆脱童年记忆留下的恐惧，帮助他一点一滴地战胜了内心深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和软弱。这种改变，这种反差，这种自我摆脱、自我战胜的过程，就像一本装帧朴素的书，翻开它，用心去读读，会发现那里一片精彩神奇。
有了，天魁上头就看得清。香台草上把铺木浇雨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插，荤素菜肴桌上放。第外把香红灯贴当哟，第二我有见鱼儿破壁香，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
第四碗把菜香干炒千张，第五碗姜烧五道肉有牛昂，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大白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3周年，关下的娘子心意长。妇女她最得迎新，九里上远方来云。银谷山里桃花路，最古老里让花水，七宝两银来传功。九里上远年年人。姑娘醒醒，姑娘醒醒！姑娘，姑娘，你何讲他？姑娘，请喝讲他。姑娘，请喝讲他。啊！
行行。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姑娘，姑娘亲姑娘，芳心何下？这内渡堂，这里是南京城外周家庄。只为我兄长官靠福音信，奉少命当听金宝上见押房。归路上见你昏昏倒在地，正经的兵心满地说疯狂，看足与夫人经过相救你，顾不得男女之间有他旁。这草房是我嫂嫂一生事，就你来与他作伴也无妨。姑娘啊，因我老难对我讲，不要悲伤来望望。姑娘一定生活人，你只管披上我嫂嫂就一场。年关紧安归房，宽进书生少年郎，走进了人间坎坷不平路，看透了世态炎凉，恨满腔。姑娘受了何人害，还愿报却走他乡。彩云归是只为前程忠良，老爷下朕为民恨，情欲不曾受凄凉，小婢乞讨红儿郎，茅草寒风生气
如他到嫂嫂房中去歇一会。与古老的昆剧、京剧相比，越剧当然是非常年轻的剧种，年轻的几乎没有任何负担。它就像一个水灵灵、活泼泼的村姑，试着脚，眨巴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坦坦荡荡的从一个名叫圣县的浙江小山村，轻盈欢悦地迈向神圣的艺术殿堂。迈向圣殿的村姑，始终保持着自己清新亮丽、纯情素朴的特质。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史中，越剧曾经拥有家喻户晓的《红楼梦》，大胆创新的《祥林嫂》，根据同名越剧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倾倒成千上万的听众，被人们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大批优秀的越剧剧目曾经使一代人心驰神往，梦牵魂萦。一曲访妻，一折凤汤，我们的目光又不无惊喜地触及到一片绽开的小百花。春华秋实，光阴10载，是什么滋润着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地呢？是生活的阳光，是艺术的甘露，是前辈的厚爱，是同人的执着。那次，我和毛维涛一起去拜访他的老师。出门时，毛维涛对我说：“你回头看，老师一定站在老地方送我呢。”记得那天已是傍晚时分了，天上还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果然，年岁已高的老师站在老地方一动不动地远送着自己的学生。在回头的一刹那，我的耳旁仿佛轰然响起一首生命交响曲。在老师与毛维涛无言的对视中，我仿佛看到一种艺术经历的绵延，看到一种艺术人生的轮回。是啊，老师们的眼角早已布满了皱纹，老师们的心里埋着坎坷，埋着沧桑。但老师们传递给学生的，却是艺术家永远不变的纯真。正是有了这种传递，越剧才能够迅速的发展；正是有了这种传递，越剧才能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传递，越剧才能拥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这会儿，毛维涛正在后台紧张地抢妆呢。他让我告诉所有在座的朋友，他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戏演得好些，再好些。
去谢卷一颗下堂去，莫恨他用成冤儿不曾伤。从来是平居闹市不曾闻，小恩中必有凶中反红长。生生是门外泡影，是路是店，我这个落是爱花江西宽，大渡水波，在眼里。华人儿啊，华人儿！往外的世界早已是一片秋风瑟瑟，落叶茫茫。你又何必相思万算，故事生莲敷衍观赏？不是一泡万岁，两水空空，从此死在，从此死在。我就错，情有后来，我小小一个落日居士，我比你四次眷恋，四次眷恋。外海基义不顺，落魄得当悠悠后方，我冷眼看你，爱心待你，可比妙你，彼此话你。你又能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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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能
有难真呀！有难真呀！当先生，谁？是谁在叫我？是我啊，你是谁？当先生，你到底是谁？我谁是你一笔一画描出来的那个画人儿？想想看，你心里是不是藏着一个清清白白、快快乐乐的画人儿啊？哎呀呀，原来你竟是我的娃人儿！当先生，夜来人静，桑若何里？有个娃人儿背着对影，岂不妙哉？岂不妙哉？娃人儿，来！当先生素性宽大，今日为何垂眉不转，举措不安啊？当因苦上报怨，终身报仇，岂是抛弃亲友冷落？天公给我资财，万物赠我之光，在这冷冷清清、问问我的世界上，我能做什么呢？哎，娃做事听风过云，冤不能行，气不能消，生不作此死娃男人。听风是冤，滚云是尘。不对，风是我，云是我，死是我，这娃也是我。我有何故？你不该如此回我。回你？是啊，先生，你气笔读着这段这句不是话稿，把我孜孜不倦地空挂在一旁，早已把我放弃了吧？忘记了你？放弃我倒也罢了。华生儿本来这是一片风云，一副死亡，只怕如此下去，天长日久，你为自己放了你自己。放了我自己？不，我不会忘记我自己，我更不会忘记你。娃人儿，你快下来，你快下来呀！哎呀，你不问我，叫我怎么下来陪伴你呀？我的笔呢？唐先生，你的笔在哪边？唐先生，你的笔芯在这里。好。哎呀，你快，只是把我的头发都转直了。好，来了呀！为名为利，就像这为人为事，稍稍淡淡，过也云矣。你何必将自己与世上
情也难免牵过你。天生傲骨天生，心境天壮。你谁是你？你谁是狂浪风雷的一代瓦士？小小一顶乌纱帽，区区一张苦肉啊！到头来不过是我当年画上一笔淡淡的马迹而已。一笔淡淡的马迹而已。自然洒洒小灰情，体无关的心无词。八年长夜思千卷，四海只剩彼此。烟水古梦映万里，落得孤在仙山川，狂作诗。不是过早，不知的。桃花庵里酒中歇，起来别写千山脉，不是圣洁草叶前。想。 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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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你们信不信？在毛飞涛心里，一定藏着好几间格局不同的小房子。他可以随意走到这一间去瞧瞧，也可以随意走到那间去看看。开始呢，他是这些小房子的客人，进去了总有几分拘谨。慢慢的，他熟悉了，放松了，变得自由自在了，最后反客为主，成了这些小房子的主人。其实啊，这些小房子就是他创造的不同角色的心灵空间。他刚刚从焦仲卿的天地里出来，一会儿又要走进张生的境界了，怎么来来去去的，好像很轻松啊？其实，在他创造的这么多角色的过程中，是充满艰辛的。记得《西厢记》开牌时，很长一段时间，毛维涛怎么也找不到张生这个人物的心理节奏和形体特征。他苦恼极了，吃不下，睡不着，急得他一个人，甚至很可笑的在家里拿大顶。有一天排练因为停电只好中断了，他垂头丧气的往地上一坐，脑袋耷拉着，双臂松垂着。可谁知，这漫不经意的懈怠行为，却突然使他觉得自己同角色有了某种沟通。他想，张生在崔夫人赖婚之后，完全可能就这么颓唐的往石阶上一坐。相同的做事，竟然在刹那间抹去了他与古人之间遥远的距离，寻找到了一个女性与男性形体心理反差最小的和谐点。他知道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感觉产生了，灵感在升腾，想象在飞翔。在那黑洞洞的排练场里，他的心灵迸发出一片光芒。就在他的脚尖将要越过这艰难的鸿沟的一刻，那种亢奋，那种欣慰，绝不亚于科学家看见自己制造的宇宙飞船一下子升入了太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灵性的飞跃，任何一个演员都不可能真正赢得观众的，观众也不可能在演员创造的艺术形象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情感汇合点。张先生，张先生。来了，快快请坐。哎呀，张先生，哎呦，红娘子，事情怎么样了？万文的不及时了，不及时了，小姐她恼了。小生的监条是一道为亲的负责，听是小娘子你不肯用心哦。啊，是我不肯用心。哎呀，上有青天，下有地，你这个监条儿啊，写得好哇！这怪先生命怪贱，出马前难过真应怪。那书签是你的公子，他的书藏我的公，纤细而黑的红娘的药材。从今后你们相为少见面难，一寸是有
管讨费的，怕老夫人要还我，我要委屈了。红娘子，这有你是我的亲天使啊！你这一走我就平啊！哎呀，我又不是太医，我管不了。红娘子，话都转世也没有用了，只有你是我的救命神仙呐！哎呀，神仙也没有什么好点子了。这是小姐借你的围巾，你拿去宽吧。红娘顺其心，不应该扯土山摆拍相望。张先生，张先生，这书签上写的什么样？小姐闹我都是假的，她要我今夜在花园相会你。我强不信。书签为证，书签为证。哎呀，这书签上写的什么样？哦，来，太岳西厢下，迎风不放开，大江花影动，你是鸟声来。哎呀，什么意思嘛？快讲与我听听。哦，no，太岳西厢下，小弟让我远上就去，迎风无半开，那西厢的角门儿开上等我。噶将花影头，你是鸟人来嘛？啊，就是小生我来也。真是这样讲。小生乃才私密的行家，难道我会猜错吗？好顾小姐，难道你连我红娘都忘过了？我看你今晚啊，伺候瞒我。红娘子，今晚那叫满儿就拜托你了。
事啊，我管不了，也不管了。不管了。哦，不管了。老夫人啊，老夫人，你管了相夫之门，哎，小姐嘛，替我开上脚门你。但愿细想想，迎风无波。红色，你快些落下，让月孩儿嘛早些生气吧，早些生气吧。在座的朋友大概都是在剧场里感受越剧的吧，而我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越剧，是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临时租用的一个排练场里。那是个大热天，那里没有空调电扇。当时毛维涛正在排练的就是下面将要演出的胭脂寻思的片段。我面向他走去，坐在一旁，他一点没有理会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神情完全沉浸在角色中。他穿着高高的厚底靴，衣服上满是渗出的汗渍。一下子，我被这艰辛感动了，更被这种投入的神情震动了。我惊讶，这样一个文静瘦弱的女演员，竟能扮演如此有阳刚之气的男性角色。我钦佩她的潜在的艺术素质和一种改变自身的能力。后来我们在一块聊天，他对我说，在生活中，他喜欢交结真性情的朋友；在艺术中，他渴望塑造真性情的角色。他还说，即使在扮演特别有力度的男性形象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女性。他想从自己特殊的角度去理解舞台上的男性，他想把自己心目中感受到最完美的男性形象，非常诗化地表现出来。以现代女性表现古代男性的种种情怀，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很神秘的话题。毛维涛和我们一样，都无法改变自己原有的性别，但是他却可以在艺术创造中，我们也可以在艺术欣赏中超越这种性别。这种超越大概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审美体现吧。来，张灯来。
相思安分，是我得意之举。身为此，不得了情真关身。万里断，平无语。擦出好分，老恩师恰自称，一粒你真。丁大人，快马送来刑部批文一件。应不批文。胭脂一案系从琥珀，胭脂发放为将王曾来监禁3年，凶手所见接着帮扶发上此决。知府无奈内明知应短时看家将追问身上，天后生前来呀！才带所见。带所见。快子人，半夜提斩去他。
上多风险，凡事尚需慎思也。此言我深深明非福，生死虽知关后天。老恩师提出你点共有伤，那明察至今尚未查分明。倘若此案真有错，我怎能为的说是偏仗人？我啥时推翻原判有终身，难免世上小马生，一部批文非儿戏，此儿反而枉活生命，才非情。我啥是你的为情便判刑，怕不怕审断我的覆水难收处之身？到那时公正廉明，岂是将生死受之？是偏生。平生长子成虚话，我与那张翁成了同类神。知难又难，难伤我堂人两班衙有皆议时候，请堂人升堂批斩。什么？请堂人升堂批斩。说进王成兰，后当问我。传说进王成兰。说进，放在卢谷门外，因何口出狂言？实在一点，强将红方。我且问你，
大人英雄之事，你从后儿进，从后儿草。那是公堂之上，他人不问个清楚，今日半夜三更，参谋，心血来潮，有问题，这可来了。讲，四川是黑门而进，黑门而撤，一派胡言。请问大人，那么你要我从何而进，从何而撤呢？本命从田园跳江而进，跳江而撤。黄都因后发笑，我把大人好有一比，比什么？一字小小中，听袖有零落，腹内切切空，不同他本。大人休要跑挑事来，你去想想，燕子家中我曾去过，清清楚楚，所闻所录。我啥要进去英雄？难道不从黑岩山门挨墙，反而去跳那谁远高墙不成？如此看来，大人实是糊涂，真是好笑啊，好笑！待了下去。明无与所见，心夜夜，两人不曾离开，杀生之事，实非所见所为，他生冤王灿兰，我却问你有几个姐夫？大人，明无与表兄所见，本是青梅竹马，实在别无他人。我却不信。大人不信，可到监房查问。先生遇上3番2次调戏于我，明无也从未答应。是在3番2次调戏于你？是毛大。毛大，我再问你，4月初一那天晚上，毛大可曾到过你家？明无想起来了，4月初一那天晚上，毛大时常来过。他来做甚？他拿着一枚银叉进来调戏于我，被我推出门外。毛大出门进菜，我便将门关上。你可记得是怎样一枚银叉？记得是一枚相看不腻的红头银叉。你看可是这样一枚？真是这样一枚。所见那夜，何事为作？毛大出门不久，所见便来敲门。兄弟的我，四天真有才子银叉揭开，愿一场。我胡说曾闻报应不负乱带国难从在偏将不杀。我有很多的帽子，戏庄里的帽子属于我的各种各样的剧中人，戏庄外的帽子属于我的各种各样的心情。最喜欢在帽檐底下把眼睛眯缝起来，
望着很远很远的天际，也喜欢在帽檐底下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窗外一幅幅流动的风景，还喜欢在帽檐底下把眼睛闭起来，听别人演唱似说细语的歌曲。有一首名叫《断章》的诗，真是很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晚上，你们坐在剧场里看我戴上帽子演戏；白天，我走在人行道上，戴着帽子看你们由着性子过日子。我创造的角色是不是你们喜欢看的风景？你们在看我这道风景的时候，别人是不是也在看你们？我所钟爱的越剧，在你的记忆中，像不像一轮清丽的明月？这轮明月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窗子？你去装饰别人的梦，会不会捎带上越剧，捎带上我？我有很多很多的帽子，它们点缀着我台上台下截然不同的生活。扛起抬起，扛起抬起，扛起抬起，抬起。相聚，可怜的相聚。
子骑兵到破船边，听说是你清早来，是谁若一声相依笑，时过不闲。想不到陈永娟香港升天，再不能与湘君相爱相恋。总得上堂天王，此恨绵绵，此恨绵绵，几时？来十里分相见呀，王维涛曾经对我说过，他常常会为舞台上各种光圈所感动，被光圈包裹着，他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安全感。在灯光中，他感到自由，感到温暖。每当从台后走到台前，每当融入这无言的光圈之中，他便会忘去一切世俗的烦恼。灯光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灯光把他的想象引向无限无限。灯光帮助他塑造不同的角色形象，灯光使他切切实实触摸到了角色的灵魂。对于痴迷舞台的演员来说，灯光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符号。沈园，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地名，那儿
却尘封着一段跨世纪的恋情。大词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曾经使多少现代人怦然心动，潸然泪下。所有舞台上这一幕幕被千人传颂、万人眷恋的永恒绝唱，就是在一束束光圈中缓缓呈现出来的。光源在不断的扩大，时空在飞快的斗转。有时我觉得，演员这个职业真棒。塞门还是有
刘三娘，三公子是你回来了。你还在卖好话？是啊，一送花礼话，从前我常为三公子送花礼。难忘啊！小刘爷爷听成语，生相明早，卖好话。对，我在小妹里常听少夫人念你的诗。三公子，我醉了。回来，三公子，有啥吩咐啊？是你该请我回应。回应？什么回应啊？不要装糊涂。3年前托你送金丝，为何从此杀人他害？啊，那副经书我去小屋交给少夫人，不料她弟弟看了神，这是一封绝交书。三娘，我怎会投死姐姐呀？是啊，三公子，少夫人与赵大官人如愿来了，你自己去问问表妹啊，我醉了啊。三娘，赵大官人，好久不见，今日因为是人间乃至有缘，今日与父母一拜，请就一起饮酒伺候。请别。公子，岂有往的美句？拿回去。三公子，这是小姐命我送来，你觉好吧？难道要我不和他的喜剧？三公子，三公子，你不要辜为小姐一片心啊！好个一片心，一片变了的心。三公子，那么你的心呢？母
旧诗上写得明明白白，既生是虐，既心是虐。因为虐谁不为话题，从原有色太我3年。不对不对，分明是从原有色待我8年。我明明要他待我3年，少成了8年。小虎，快把雷三娘找来！哎，不要走，不要走！少公子，我说实话，这封情书是你母亲拿去，亲笔给了一个错字。我想，你这个才子怎么也会写错字啊？不要生你，少公子，你不要生，少公子，不要生了。里。
专场演出就要结束了，但我的心却会久久的牵挂着舞台。我知道，在我成功的背后，有无数双真诚的手紧紧相托着我，有无数双热情的眼睛静静凝视着我。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我还能说些什么。我只想走下台去，轻轻握一握朋友们的手，静静望一望朋友们的眼睛。
我渴望用自己的目光，继续探寻祖先留下的脚印。我渴望用自己的心灵，继续聆听祖先传递的呼吸。我感谢越剧这门年轻的艺术，以它多姿的风采，赋予我生命的动力。每当我走上舞台，融入光圈时，我便看到我们的祖先在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时，那模糊而又坚实的背影。我想追逐它，用我幼稚的脚步；我想纪念它，用我一生的追求。